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lliam， 今日為大家介紹新鴻基西沙全新項目 Sierra C 一個3房開放式廚房523尺嘅示範單位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睇睇。一入嚟，我哋睇下呢個放咗家私嘅長式廳，睇下放咗家私之後嗰個感覺。呢個樓底大概3.325米高，外接一個露台，而露台大概27尺。我哋一齊出去睇下個露台嘅空間感。而客廳嘅另外一邊，亦都夠位置放張4人嘅餐桌長台。如果520幾尺嘅實用面積，放完台同埋梳化之後，仲有呢個空間感，算唔錯。通過走廊可以去到各個房間。呢間房以暖色調為主，配原木立體條紋牆身。放完床之後，仲有一個開放式嘅衣櫃，同埋石紋嘅梳妝台。主人房有大轉角嘅玻璃窗，大大提升採光度。咁樣一起身就睇到醉人嘅靚景。而另外一邊仲有一個置頂嘅藍色大衣櫃，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同埋仲有一張梳妝台，梳妝台上邊仲有個櫃，充分利用空間。床頭位置就可以擺下掛畫。浴室配有3件頭浴室設備，同埋灰色嘅石紋地磚。洗手盆底亦都有收納空間。浴室採用淋浴式設計，配備浴室寶，咁冬天沖涼都唔怕凍親啦，仲係名廁添，持空氣流通。而原牆身仲有個置頂嘅鏡櫃，可以擺放鬚刨、化妝品同埋護膚品。其實呢個廚房加個趟門就可以變緊廚。家庭電器整齊收納咗喺櫥櫃裏邊，備餐儲存空間十足，仲可以明火煮食。西門子嘅抽油煙機，一個有油壓嘅收納櫃，洗手盆都有個瓊水器。西門子7合1嘅蒸烤焗爐，另外同樣都係西門子嘅洗衣乾衣機，同埋西門子嘅雙門雪櫃。雪櫃側嘅呢個位都做埋櫃，俾你擺下公仔麵同埋罐頭。門口玄關嘅位置有個置頂嘅櫃，俾你擺下清潔用品同埋鞋櫃，充分利用每一處嘅空間。500零尺嘅單位真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睇到設計師好用心嘅設計。最後我哋睇下呢個實心門，配備呢個智能門鎖，有多種唔同嘅開鎖方式，配合呢個智能家居嘅生活。如果想索取更多資訊，包括價單，歡迎聯絡我。